Hello，又係我房探長。今日同你哋介紹一個萬達隔離嘅樓盤錦繡春江。想要周邊配套成熟，呢個樓盤可以留意下。佢呢個樓盤係私人開發商全資起樓，咁佢全部都係現樓交付，即買即交付，無坯交樓，交完就可以即刻裝修。佢成個小區係有8棟，而家起咗6棟。仲有2棟係未起，咁佢而家賣緊嘅前面嗰4棟係現樓嚟嘅，咁佢而家賣緊有2房、有3房，亦都有4房嘅戶型。佢而家均價大概係5000蚊到無坯一個價位。萬達商圈周邊唯一一個現樓交付嘅新樓盤就係佢啦。可以見到呢一個就係萬達廣場，喺小區行路過去幾分鐘就到啦，非常之方便。箭頭所指嘅呢個位置呢，就係萬達西光府呢個小區，均價4000幾蚊。如果係你會揀邊一個？咁佢除咗離萬達近之餘呢，亦可以見到佢離學校亦都唔遠。鼎湖第一實驗學校9年制小學加初中學區房，買咗呢個小區就可以入讀。而家呢一個戶型係其中一個戶型，94方南北對流嘅3房戶型，無坯交付嘅。咁佢而家呢一個呢，係因為佢有1樓大花園，所以我過嚟影一影。成個小區僅此一套嘅1樓大花園，但係佢就需要喺呢個位置生活陽台呢度行落去，搭個樓梯行落去先得。可以見到隔離又已經圍起咗啦。如果你對1樓大花園或者露台嗰啲情有獨鍾嘅，不妨過嚟睇睇。其實而家好多身邊嘅朋友咧都會選擇翻新區，因為新區環境各方面係比較靚，但係咧配套咧就未係好完善。反正2個區域各有各嘅好，就需要睇你自己點樣去取捨。如果你話想配套好啲嘅，咁咪選呢度咯。如果你係中意環境好嘅，偶爾翻嚟住下嘅，我都係建議新區會比呢度要好。隔離已經係搭好咗樓梯行落嚟，圍起咗佢該用嘅地方，你亦都可以咁樣做。呢期視頻就到呢度，有興趣嘅可以私信我。